睇咗咁耐，你究竟應唔應該買呢？我直接話你知啊。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呢一個系列嘅終極篇。前5集我同你講咗買樓前嘅伏，收樓後嘅陷阱，2026年新騙局，點避爛尾樓，真實生活嘅成本。睇到呢一度，你已經比99%嘅香港人更加了解大灣區買樓，但係你最想知嘅答案我仲未講㗎，我應唔應該買呢？今集我唔會俾一個通用嘅答案俾你，我會將你分成為退休族、在職族、投資者3種人，逐種話你知你應唔應該買，買邊度，預算幾多錢。有人我會勸佢買，有人我會叫佢唔好買。因為老實講，唔係每個人都適合喺大灣區買樓嘅。同埋，如果你睇完都係唔肯定，就 WhatsApp 我啦，send 你嘅年齡同埋預算目標俾我，我直接話你知。老實講啊，我唔會為咗佣金亂咁 sell 你嘅。第一類退休族，55歲到75歲之間嘅，你要嘅唔係升值，唔係上車，係一個舒服安心嘅退休生活。有4個考量㗎，生活成本啦，中山係香港嘅1/4至到1/5嘅生活成本。醫療，中山3甲醫院水平唔差，社區石岐同埋東區係最多香港人嘅，交通又更加方便啦。咁有直通巴士啦，或者揸車走深中通道翻過去香港都係個零2個鐘，係咪啊？咁我嘅建議呢，買中山市中心，買現樓，買配套成熟嘅區，唔好貪平，唔好買郊區新盤。你唔係等升值，你係要即買即住即享受嗰隻。預算400到600萬港幣已經買到好靚嘅3房㗎啦。想知邊個盤適合你退休 ，WhatsApp send 你嘅預算俾我。第二類呢，在職族45到55歲仲喺香港返緊工嘅，最大嘅考量係交通啦。我強烈建議買深中通道沿線，中山馬鞍道去坑新區上橋就係深中通道啦。你可以呢，假期啊、週末啊上去住，當係第2居所。將來退休轉長期居住，彈性好大嘅。預算300到500萬港幣，月供只係港紙8000蚊到12000蚊之間。最大嘅陷阱係買咗嗰個交通唔方便個盤，來回4-5個鐘頭，你去2次啊都唔會再去啦。想知道馬鞍島有咩新盤？假期週末來回最方便 ，WhatsApp 我。第3類純投資者呢一類呢，我特別要認真同你講，大灣區嘅樓租金回報率只係2到3%嘅啫，你買定期存款都可能做得到㗎。升值方面，老實同你講啊，2026年唔係一個買咗就一定會升嘅，部分城市跌咗30到40%，長線有潛力，但係要等到5到10年，仲要有流動性嘅。買樓快則3個月，慢則需要半年嘅，所以我對投資客嘅態度係，我會同你講清楚所有嘅風險同埋回報，你自己決定。我唔會因為想做成生意就亂吹啊，因為你信我，我先會更加對你要坦白。如果你想知道你筆錢仲有咩好嘅出路，WhatsApp我啦，我可以幫你分析下嘅。好啦，我哋到咗終極決策嘅時候啦。第一，你有冇300萬以上嘅流動資金啊？如果冇緩衝，我勸你唔好買。第二，自住定係投資？純投資嘅話，老實講，回報率只係得返2到3%，不如你考慮其他嘅投資仲好啦。第三，退休定係在職？退休就買市中心，如果在職嘅話咧，就買深中通道嘅沿線。第四，你接唔接受到樓價再跌返10到20%？見到跌就瞓唔着嘅話，你唔應該買啊！做完呢4個問題，你心裏邊應該有咗答案㗎啦。如果答案係要買嘅話呢，WhatsApp我啦，我幫你揀最適合你嘅盤。如果你嘅答案係唔買住，我都會替你開心㗎，因為你做咗個清醒理性嘅決定，2個都係好好嘅決定。6集啦，由第1集買樓前嘅5大騙局，到今日同你分析你到底應唔應該買。我希望你感受到嘅唔係一個 sales 喺度
hard sell 你，而係一個做咗10幾年嘅人，真心想幫你。如果你 ready 咗，想行動，想睇樓，想出盤，想有人幫你跟進 ，WhatsApp 我，send 你嘅年齡預算目標俾我，我直接話你知應唔應該買，買邊度。老實嗰隻，你唔買都歡迎你嚟問我嘅。呢個係咧，我哋就講完啦。但係我嘅工作先係啱啱開始，我哋 WhatsApp 見啦，拜拜。